今天其实来了很多嘉宾呢，然后我先暂时不说他们，然后只是我要求你们的等一下尖叫要大声一点，因为我今天有录音，然后我只要有一次很大声，我就可以剪接了，拜托了。我等下要 Q 你们，不要紧张。我在台上我很紧张，就我们嗨的歌了，我没有办法 Q 你们的大尖叫，我只好说白一点。很开心可以唱歌，然后有这次生理系的巡回，今天是应该算是最大的一场了。一直很担心票卖不好，你知道吗？我们一直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是不是朋友的啦。然后都会讲，哎呀，刚好那天有事，这种我是朋友啊。还有一种更气，那天有事我请假看看，没有人性啊。你知道为什么在部落里面做生意的原住民没有办法很固定做生意？因为我们的跟朋友之间的牵绊实在太强烈了。今天本来开小吃店嘛，中午要卖吃的，观光客也来了，礼拜六还是礼拜天，然后万一朋友有事，不好意思，要还赶客人，我的朋友有事，今天不卖了。你知道部落常常这样子哦，就是那个店面常常关起来，然后杂货店关。对，我们那边都是这样很随性的在开店的，所以不一样啊。这种事情在台北就很难。我不要工作了，我的朋友找我，这样好像又说不上来哦。所以我心中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矛盾的。好，讲错话了。乱讲别人，本来差点讲说玩我们啊，你讲，我没有扣他了，很坏的上半场的表演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个刚刚有睡着的请去洗把脸，我们还有下半场45分钟要撑。不，你们是被强迫来买票的吗？还是你们是愿意的？愿意。没有愿意还好，我希望是真心的。为什么要讲到真心你才会尖叫呢？好，那最后一首还是唱中文好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呢，其实有一次机会去香港表演，刚好我国中有一个偶像，我很喜欢一个偶像叫郭富城。知道吗？但我也没有买过他的专辑。我那个太穷，国中生在乡下怎么可能买得起？我只有买了他的海报，还很贵呢，30块那种大张的，然后他是这个这样就这样的。你知道那个发型吗？就是那是叫什么？妹妹头还是什么？麦当劳头。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哇，而且。以前我们乡下又不能留长头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要留那个麦当劳头都没有办法，只好买偶像的海报，刚过瘾的。其实唱歌啊、表演啊，一直说要爆红，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啊，因为也想要买地，然后本来不用买的，因为我们都一直喊还我土地。喊了半个世纪了，没有人还，只好用买的，买又没有钱，所以就出来这样骗钱了。就唱片表演都只是个幌子。我希望真的可以做一点事情在部落里面，然后也更希望的是大家可以重新的认识原住民的现在的音乐或者文化。虽然你以前不认识，但是你至少现在认识我嘛。就记得那个穿短裙又有偶像梦想的来自阿美族的歌手叫。对，那不我。
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我不想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手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